都市人生活忙碌，飲食唔均衡，缺乏運動，唔覺，代謝綜合症 （Metabolic Syndrome） 可能已經靜雞雞揾上你。喺香港，每3個成人就有一個患有代謝綜合症，佢並非單一疾病，而係一組危險因子嘅集合，大幅提高心臟病、中風同2型糖尿病嘅風險。想知自己有冇中招？可以參考美國心臟協會 AHA 嘅指標，如果符合3項或以上，就要多加留意中央肥胖、男性腰圍超過40寸，女性超過35寸，高血糖、空腹血糖高於100 mg/dl， 高血壓、上下壓超過138.15 mHg， 高三酸甘油酯高於150 mg/dl， 低 HDL 膽固醇即好膽固醇，男性低於40 mg/dl， 女性低於50 mg/dl。 代謝綜合症最蠱惑嘅地方係初期症狀唔明顯，等到發現嗰陣，可能已經對身體造成傷害。部分患者會出現視力模糊、容易口渴、夜間頻尿、容易疲勞、腋窩或頸背兩側皮膚變黑等症狀。代謝綜合症嘅成因好複雜，常見嘅包括飲食習慣不良、鍾意食高糖、高油、高鹽嘅外賣族要小心，久坐不動，日日坐住追劇、打電腦，新陳代謝會越嚟越差。壓力大，壓力荷爾蒙會令血糖、血壓升高。家族遺傳，如果屋企人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史，風險更高。年齡增長，尤其係更年期後嘅女性要特別注意。好消息係，代謝綜合症係可以逆轉嘅，關鍵係調整生活形態。具體改善方法如下： 1. 咁樣食最健康，少食精製糖、手搖飲、甜品盡量戒，改用生果滿足甜食慾望。揀好油，用橄欖油代替豬油，多食魚類攝取Omega-3。高纖飲食，糙米、燕麥、蔬菜能穩定血糖，仲可以幫助排便順暢。控制份量，唔使餓肚，但避免食到飽嘅飲食模式。 2. 運動唔使好激烈，但要堅持，每日快走30分鐘，唔使跑馬拉松，散步、踩單車都有效。做下肌力訓練，深蹲、掌上壓都可以提升代謝。減少久坐，每個鐘企起身喐下，倒水、去廁所都係好機會。 3. 瞓覺同減壓，瞓足7個鐘，睡眠不足會令飢餓素上升，更想食高熱量嘢。練習深呼吸，壓力大嗰陣，試下4-7-8呼吸法，吸氣4秒，屏氣7秒，吐氣8秒。 4. 定期檢測，掌握健康數據，你知唔知？只要減重5%到10%，就能明顯改善代謝指標。但重點係要知道自己嘅數字，血糖、血壓、血脂、腰圍都要定期量測，早啲發現異常，先可以及時調整。講到檢測，好多人覺得去醫院好麻煩，咁就需要一部功能豐富、操作簡易嘅家用測量儀啦。Fora 6合1血糖機就係為此而生嘅必備神器，呢個瑞士品牌優點多多，一機抵多機，全面測量尿酸、血糖、血比容、血紅蛋白、血酮、膽固醇6大參數，唔使買一堆儀器，適合三高同生酮飲食人士。藍牙連 App 配對智能手機，自動記錄數據，輕鬆追蹤變化趨勢，早期預警檢測同糖尿病相關嘅高危因素，預防貧血、酮酸中毒、冠心病、腎病、神經病變等症狀。跟住重點介紹下 Fora 2款明星試紙，尿酸試紙同膽固醇試紙。呢兩項參數必須正視。尿酸過高常見於代謝綜合症患者，因為佢哋嘅身體脂肪組織較多，當中嘅酵素會轉化嘌呤為尿酸，增加患痛風危機，加速腎臟病變，亦會加劇胰島素阻抗，令血糖更難控制。Fora 尿酸試紙只需採血 1.0L， 測量15秒即可得出結果。另外，代謝綜合症患者通常伴隨血脂異常、壞膽固醇 LDL 堆積，容易血管阻塞，誘發冠心病同中風。Fora 膽固醇試紙採血 3.0L，
測量60秒可得出結果。代謝綜合症雖然普遍，但絕對唔係冇得醫，只要從飲食、運動、睡眠着手，定期監測關鍵數據，就能有效降低風險。科倫6合一血糖機就好似你嘅個人健康助理，幫你隨時掌握身體狀況。與其擔心生病，不如而家就行動，為自己嘅健康把關。